后来乡亲继续要来看是云林元江国小的新校舍顺利来完成了，因为这个校舍呈现着多元的艺术空间，嘛来摕到今年度园地奖的校园建筑奖。学校是选伫今仔日校庆来举办着校舍剪彩启用的典礼。 元江国小是一间历史较旧的学校，伫校方和各单位的争取，新校舍顺利完成。校方嘛，趁校庆的日子来举办新校舍的启用典礼。100周年的这个校庆，身为校友的我，真的觉得非常的开心。学校呢，云祥楼的一个落成，可以给我们元长乡的孩子有一个多元丰富的学习空间。元江国小是县内第一间办理美术班的国小。 新校舍特别加入生态、美术和知识的概念，让规个校园环境变甲更较多元。今年嘛，摕到园地奖的校园建筑奖。新校舍也获得了国家卓越建设奖跟建筑原野奖的肯定哦。那我们还有很漂亮的半户外球场落成，以及 PU 跑道。期待囡仔伫新校舍和全新的运动场内底，会使伫学校留下更加侪美好的回忆。